镜头转来看咱国内，台东今年的热气球嘉年华要伫咧7月初5到8月21这个时阵来举办。官府宣布5月20到27这2天会分做2阶段来卖票。不过这阵啊，伫咧网络就随传出，那像有诈骗集团假造会当替人买票，要拐人个资的情形。官府是赶紧来呼吁民众唔通互骗去。2025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，台东县府的宣传活动先用无人机公调秀，不过今年会有哆啦 A 梦的造型球加入。官方网站也宣传7月初5到8月21，伫罗亚高台会有下流座升空体验，5月20到27分2阶段卖票。也毋过即马传出这种非官方的假卖票网络信息，甚至要求老民众网络考注。也毋过甲官方有拿小哆啦 A 梦多样的卖票平台无共，官府呼吁民众唔通哄骗。有许多民众的反映，在网络上有人透过了网络，希望能够索取 ID， 他们要优先能够发送细流票的资格。我们目前确定，这不是台东官网，也不是我们委托的厂商他们所设计的官网。官府表示，可能有诈骗集团利用这一波热气球活动，取缔民众购资来的诈骗，已经向警方备案进行调查。刑警大队向脸书平台检举上述假冒网页，要求下架，并主动追查假账号之案件讯息来源。官府强调，台东县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坐热气球的卖票方式，只有一间得标承包的旅游业者伫官网卖票，也是到现场买票两种方式，无过委托其他业者卖票，请民众爱多加细致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